这个有一个通缉犯伫台北车头对一个食酒醉的外籍女性下来手来，警方当场抓到。这铁路警察讲会加强巡逻。有风台铁要来，应备协调所甲花莲大专村、大进村列入去警戒范围，要撤离上千人，按算10倍执行。有海巡人员称有薪水的病假拢总10个月，却表出讲请假期间去开蛤蟆店，目前已经放技能大过面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有一个有案件在身的通缉犯，这姓区的查甫人，10月初9下晡，伫台北车头看到一个外籍女性食酒醉，竟然当场呢就要甲人拖走，想要对伊骹来手来对伊乌白来。有一个外国旅客经过遐看到这款的情形，随报警察，警方也赶来到现场，甲这个姓区的通缉犯抓起来。目前嫌犯已经送去桃园地检署了。那铁路警察也讲，因会加强巡逻。人来来去去的台北车站大厅，逐工拢有上千上万的旅客通过。不过，伫上市进前，却传出好亲像性侵事件，一个查某人涉嫌对啉酒醉的查某人侵犯，过路的外国籍旅客看一个惊一个，紧报警。这么早都没有人在关心这件事，我们就拿手机出来录影，有去台北车站的警察署就通知一下这件事。时间是伫初9下晡4点外发生的。台北车站大厅东边，一个查甫人伫台北车站内公开侵犯别人，时间将近10分钟。边有未少人经过有看到。到尾警方是接到报案了后，顺线接人，告以这妨害性自主现行犯，甲人逮捕。本来捌传出这个查甫人是幽民，结果经过警方的调查，竟然发现伊是一个通缉犯。好亲像长期假做家友来闪临检。台北市社会局证实，经过比对行为人甲受害女子，拢无伫家友的名单内。经过我们资料比对，本案的嫌疑人并非是我们列管的街友。根据了解，这个通缉犯有进一项窃盗前科。2024年伫通市看到一台小货车锁匙无抽，竟然甲偷开走，驶到新北市了后，佫偷看另外一台停伫路边的电动车。两件窃盗案拢互人判刑确定，应该合并执行徒刑6个月，会当易扣罚金。伊说因为无能力缴纳罚金，唔够案去互通地检署通缉。即马伫证人的面头前涉嫌性侵案，公共场所的治安出现问题，互未少民众心内会惊。铁路警察已经专门加强巡逻，提升见警率甲巡查频率。会有一点担心，随时要注意身边的环境吧，或是跟朋友待在一起，跟家人待在一起，行动会比较好。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还是什么的地方，加强巡逻一下，应该可以遏制吧。铁路警察即刻起，以加强大厅、月台、公厕等处巡守勤务，并结合站方管理人员及民防役男，共同组成站区妇幼安全网。提升见警率。社会局嘛进一步说明，若是发现民众连续2礼拜困伫公共场所，都会列入家友的名册。除了社工逐工访视以外，每个月也有2届跨局处联合夜间访视，加强管理甲辅导。记者采访报道。早上有民众伫咧台北上山看到一个查甫人对一个小姐扭扭勒勒，这个小姐是大声喝休，过路人去甲伊阻挡，警方赶来到现场，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若讲到这台北车头发生性侵事件，台铁表示讲会含铁路警察局召开安全联防会议，加强台北车头安全措施。若妇女团体是建议讲，这台铁呢就要按这求助铃，互旅客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讨救兵。10时暗时10点左右，一个查甫人出去等粪扫，路边一个细气的查甫人雄雄走过来揪伊的手，互被害的查甫人惊一个大声哀，双方扭来扭去。好在经过的民众是真有正义感，过去阻止。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过来甲细气的查甫人逮捕。初步调查发现讲，这细气的是一个家友，犯案的时阵疑似有食强烈膏，戆身出现烫衫烫裤的行为。全案涉及强制猥亵、强制罪、公然猥亵、性骚扰防治法、社会法等罪。警方将调查厘清后，
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拄到这个性骚扰的事件，伫台北车头的大厅，嘛爆出伫双十连假发生性侵害的案件，引起真侪人讨论。有妇女团体质疑代志发生的时阵，高害人伫公共场合人遮尔侪的状况之下，竟然大胆犯案。等外籍民众报案了后，警方才到场来处理，会当看出站内的安全是出问题。高点出目前站内欠完善救助系统。台北车站是三铁共构，但这次出现了这个性侵的事件，也让外界关注这个北车的公共安全亮起了红灯。虽然呢，铁路警察已经针对了这个治安热点要加强这个人力巡逻，不过由于这个车站的站体十分庞大，也让外界关心恐出现这个治安的死角。因此呢，这个妇女救援基金会以及司改会是认为说，除了台北的车站厕所原本就有加装求助铃之外，也应该在其他的地点同步加装求助铃，让旅客能及时获得协助。如果有求助铃就按了，没有的话就报警，就是上去阻止。先找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站务人员可以求助这样。车头内面有民众受害，代替对这是表达遗憾。嘛含铁警局是召开安全联防会议，提出4项要加强台北车头的安全措施，包括铁警定点守望的密度增加，铁警含车头建立安全联防网，站访含铁警造成关怀小组，邀请台北市府社会局加强无厝的人的辅导安置。从每2小时2次变成每2小时3次，那它定点的主要是台北车站大厅，以及我们的公厕。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月台，我们评估这个自己是安全的状况之下，所以你可以适时的透过呼喊啦，然后求助现场的人员，或者是你拿起电话报案。妇安会表示讲，代替除了爱加强人身安全的监控和救援机制，嘛认为政府应该宣传教育友善过路人，鼓励民众在无影响到自身安全之下，透过化休制止，也是实信报案来防止性暴力的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的竹北有一间幼儿园附设置顾婴中心，有一个1岁半囡仔溺水死亡。囡仔暴露水池的时阵，老师拢无发现，送病院了后，有援救无回来。即马这新竹县政府呢，要组成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幼稚园的生态池边已经扣封锁线，要调查囡仔到底是安怎bỏ入去水池内底。这个月初8，新竹一间强调生态自然幼稚园附设托婴中心发生一个1岁半的囡仔无细里溺水的意外，当时老师带囡仔去户外，有一个1岁半的囡仔囝意外bỏ入去大约20公分深的生态池，经过紧急送医，尾不幸过身。对于孩子的离去与家长的伤痛，我们感到万分的愧疚与自责。为能做彻底守护孩子的安全，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愿意诚实面对，依法承担一切的责任。根据了解，东港市幼稚园老师带9个学生囡仔去水池边进行活动，囡仔那亲像是无细里对水池边的空棚爬落去，因为老师第一时间无发现。等囡仔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新竹县政府表示，目前除了要求托婴中心向家长说明以外，托婴中心捌伫拜3向县府申请停业，说来去来协助其他家长，把囡仔转去到北京幼稚园。另外，我们也立即至托婴中心的现场查扣监视器的画面。目前，县府已经组成了专家调查小组，进场协助进行场地的勘查跟人员的访谈，希望可以尽速厘清本案发生的原因。据统计，中心现在尚有29名的收托幼童，故中心已于今日正式发函本府，申请于11月15日停业。新竹县社会处指出，目前县府已经设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针对人员的疏失也是管理上的问题，依照调查结果对幼稚园做处分。幼稚园负责人该照顾细汉囡仔的老师，爱负起什么款的相关责任，该等待司法调查厘清。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有一个热带扰动当咧变强，将有可能会结做风台风神。目前上界烦恼的就是花莲公福是袂堪的这大水雨来霜冻。农业部已经派人去清水圳，也贴沙地啊。也中央前进协调所也调整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针对着灾区所开特例、安置需用等等的面向来编组。下晡也开应变会议，决定避难的方式有上高楼避难和所开这2种。也若这大镇村、大专村列入去警戒范围，已过特例的人数有上千人，按算18开始执行。
农田水利署人员来花莲县公河乡佛祖街甲成功街清理水准，毋若乌土刷出来，还佫乌佫较深佫较快，因为爱严防特别变做风台，伊若来，互乌起来土刷会佫流转去沟仔内。主播吼，我们会用帆布把它盖起来。因应热带扰动可能增强做今年第24号风台风神，全民紧来领沙包防范。中央前进协调所嘛改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来因应防范风台所需要的任务。只是撤离计划一直拢无法度确定，互一寡居民不安。15号下晡召开的紧急应变会议嘛决议采用混合式避难，徛伫避难加疏散避难同步进行，人数差不多1000多人，一定18执行。是混合式的，就是疏散撤离是有一部分，然后垂直撤离也有一部分，但是这样的话人数也有将近1000多位，也有1000多位，那动用到的车辆很多，大概15辆的这个游览车。虽然都是种撤离方式，受灾居民考虑无同，有话少村庄是希望会当徛伫撤离留伫熟悉工园，也有人认为村里长共款是侪会人，呼吁政府不管用倒一种方式，拢会当有公部门的人员协助村里长。部会都有认养各村吗？可不可以各部会的人直接协助村里长来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有个比较精确的统计？你说要叫这些老人家做，我觉得真的太为难了。不要喜欢垂直了，因为自己有家嘛，还要跑出来。我这次有那个马太案这个经验了以后，他们心理上都有准备。这届会议嘛，甲公河乡大进村、大专村纳入警戒范围。规定成功，徛伫撤离关键是执行力，会由督导官采先扩垦后开发的方式。另外，灾区清理进度15会当甲30公里的沟仔拢清完。佛祖街护管工作由国军全面接管协助，枫林镇嘛预估17进行清完。花莲地检署是展开灾后的调查，会以过失致死甲公务人员废失职务这个方向来侦办。伫这进程因应准风神风台可能会来，避免灾区搁再受损，防范风台工作全面启动。记者采访报道。台南市风灾过3个月啊，这台南的7股嘉里路边的废弃物也未清扫，月底就是最后的清运期限。居民就讲，这公所一天敢若派2台车来清，根本就清袂赴。目前这7股区公所正在研究，这清运的时间要延长到11月底。台南7股嘉里区的车路边，即阵还阁看到一堆废弃物，实内都歹去的家具木材拢蹲在遐。自7月初台南市风台重创以来，虽然3个月啊灾后清运也未完全好势，居民无奈讲，就算要拆要清，嘛清不完。那个里长讲他是有时间性，那个里长刚刚要去那个公所申请，然后才可能一间这样去清就对了。对，所以还有很多都没有弄好。因为这徛起拢是济岁人，整理能力有限，加上时势出外食头路，无法度长时间回来斗3工清。这种民众伫网络发起本色分类行动，要招募志工来协助分类甲搬运。居民烦恼讲，公所逐工敢若2台清运车，清运速度根本赶袂赴，兼无人趁机会会来遮乌白道，甚至有人甲蒙牌嘛摕出来等。一乡镇会当车2台，伊就一个区清2台，你看要清到当时。塞了就对啦，1块咧啊，7股区域本身足济来。安尼烦恼主要因为7股公所负责装卸收运到10月底，公所强调是1台车载2抓，一天不止2台清运车，阵嘛延期要到11月底。真歹小原因嘛因为乡亲无分类，市府嘛表示陆续闹需求嘛是会当提出来。其实我们是希望区公所的这些暂置场能够在10月底前就关闭，避免很多不孝民众认为它是一个弃置点，就可以随意把这个拆除的废弃物在那边做堆置。清洁队的部分其实就回归正常。那民众如果有这个拆除的废弃物需要在意的话，还是可以循正常管道通报。风灾所产生的废弃物，我们公所跟台南市政府一定全力来做一个协助啊，就希望说把所有的废弃物要分类清楚。市府强调会全力协助各区灾后废弃物清除，呼吁民众爱分类，才通加速作业进度。那地方居民是毋望市府通加派人工参车辆协助恢复家园的原貌。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这风台特别来啊，这台东县政府是唔敢大意，已经伫咧修理爆发一个通水路。现在南回地区也开始进行防灾演练，就是希望讲政府来改援助进程呢，提升家己的自救能力。
又搁有风台北来，气象局预测即礼拜六东部会落大雨，为了要防范溪水涨起来，冲破爆发造成淹水。台东县政府自9月底启动南汇地区溪流疏浚工程，费用要3亿外，验过怎么也搁直咧发包，官府先动用开口契约，做溪水引流加爆发加强。像金轮溪跟太麻里溪的嘉兰村跟太麻里溪的铁路桥上游的部分，我们已经动用了开口契约去做相关的加固跟导流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因为7月到9月，台东县南汇地区连续拄到落大雨加风台水灾，土石流冲喺路的，甚至冲喺明体内面，造成部分社区部落受危害。大武乡立乡村灾害应变小组伫拜六风台来进前，先进行一场无卡本的防灾演练，用无人机监控发现灾害，并且空投物资，也有指挥调度灾害抢救加人员疏散案底。希望伫咧政府救灾助力也未来进前，社区家己先救灾。因为我们是住在台九沿线，那我们还有浪袭的部分，那也有海啸嘛，那也有土石流的部分，这个未来都是我们会来再强化自己。这样的一个物资的预备呢，3到6天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预备，因为我们在部落也有一些的店铺。台东县南汇地区自16年前莫那个风台了后，民众常常受到土石流的危害。县府讲，今年会伫咧县府的预算内面，搁再增加6000万，伫太麻里溪也个金轮溪流进行河床疏浚，也提醒南汇各乡公所爱加强防灾应变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这买厝的妹妹价格是有影真济，高雄有民众买新厝，去年12月交厝，今年5月要开始装潢，却发现讲这天棚会滴水，而且佫生菇。一问才知影讲这楼顶楼骹拢说互某一个住宅单位的人员，说因为因的冷气开了伤过冷啊，这天棚壁堵真冰，袂输是退冰出水安尼。建商有去协调其他的住户，但是拢无共识，是建议厝主会当用法律来解决。木港甲客厅天棚的装潢切开来检查，抑阁毋拿客厅，厝主带记者伫厝内踅一轮对客厅，在身躯间到房间的天棚，拢有真大范围的居住结伫遐。原本只有在主卧室那边发现，然后现在已经延伸到客厅这个位置。厝主开2500多万买38平的新厝，是高雄有名的建商伫112路的新建案。去年12月交厝时无装潢，5月开始装潢了无偌久，天棚却是一直清水珠，造成4块位的壁拢生菇，部分的插座装潢也生菇。若是要跳掉检查，还阁加开30多万。警监上过来看，他就是说是因为楼上冷气开太冷造成的，他们长期冷气很低温的状况。建商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继续装潢下去。建商5月初15号互某住宅单位人员，其中2户伫厝主的楼顶楼骹，而且敢若规工开冷气，造成厝主的厝因为温差伤大，水汽结做水珠。装潢业者建议楼板甲装潢天棚板中间留出20到30公分左右的损宽，并且拆解阴霾来改善。楼上的地板也可以铺设地毯，它能降低那个地板直接受冷的温度。强制把它升上去了啦，还是产生这样的冷凝，然后他一直在要求跟人家铺什么地板之类的，他这个就听不下去了啦。很多邻居都有影响，我们强制把它冷气已经提升到22度了，其他的物别都没有问题啦。建商讲厝无问题，而且租客也有做出的权益，应该是伫中间来协调。若双方无共识，应该用法律途径解决。至于建商若是厝头家，也是买厝的人，厝主买厝却是因为建商租客造成无法度来装潢大力气，建商的处理方式恐惊有厝主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第74线快速道路昨暗有4台车拢崩裂，这受害驾驶讲，唔知影是去搞到什么款的物件，加在是无人伤亡，究竟是搞到啥呢？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车只拄啊转去第74线快速道路，车底向发出真大声音，驾驶感觉车是害甲真严重了后，马上就崩裂。我的右前轮跟右后轮就碾到异物。然后我的前后轮都爆胎，然后右前轮变形，有可能是大车，就是有可能是其他车掉的东西。
林前新表示，遮多停伫路边了，阁有几啊台车发生同款的状况，将着底盘发生爆裂，好加在无人员受伤。意外发生伫14暗时9点外，第74线快速道路东向16.7公里的所在，疑似车道顶悬有大型不明的物件，加上暗时视线无好，有4台自小客车闪袂赴，车辆受损。违规者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目前落落的物件，甲是倒一台车落落，来调监视器来调查清楚。汽车专家表示，快速道路甲市区道路比起来，车速是会较紧。若发生爆裂的时阵，千万唔通紧急打档啊！因为当你急踩刹车的时候，轮胎施压之后，它的着地面积会加大，所以万一你急踩刹车，它会造成偏滑，车辆很有可能是会掉头，甚至会翻车。但高峰提醒，若高速发生爆裂，很多路爱抓稳，注意后车进行了后，慢慢靠向路径。等待救援的时阵，也应该拍上黄灯，加放各种标识来提醒后边的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做到宜兰已经通过宽屏，不过这路线会经过头城和大溪，地方也烦恼讲会互本地有铁路通过土地变更较复杂。县政府也认为讲，安尼先对土地利用较不利。若是等到这高铁完工，再来做这铁路的高架化会有困难，所以即马要先来进行到头城到大溪这铁路高架化的可行性评估。边高道的警报声咧弹，规早放落来，车爱停落来等火车过。宜兰头城到罗东的铁路，目前并无做高架，沿途边高道袂少，民众认为会造成塞车。等下塞那个平交道来啊，就会一定都会塞啊。较袂遐塞。是。啊，过来第二点嘛，对遮经济嘛有较好。以头城这个边高道做例，在地人讲，逐工透早9点10点，交通尖峰的时间，边高道遮都会塞车。不过目前宜兰高架铁路，干那宜兰到罗东这段有完成宽屏初审，嘛有具体进度。头城到大溪这段，原底规划6日起北宜直铁案高架，即马这个案改做高铁延伸案，要做高架铁路，看落是无机会啊。可能对于头城的部分的期待，应该会优于高铁延伸的部分，希望它的速度可以加快。地方认为讲，头城大溪铁路若无做高架，加上高铁若完工，土地要利用就更较困难。高铁甲台铁的路线嘛无法度甲做伙，所以也是希望会当加速完成高架铁路。那将来头城到礁溪这一段的铁路高架，我们认为现在就要开始进行整个可行性的评估最主要是考虑到2个路线的整合。根据县府的资料，头城到大溪这段高架铁路有14.8公里长，会当减少14个边高道。县府嘛认为讲，这段铁基路若是无做高架，等到高铁完工了后才要来做，时间会有困难，路线嘛真恶整合，所以为明年开始分3年变3250万，针对头城大溪这段高架铁路做可行性的评估，希望会当加速推动相关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男队分署一个姓林的队员，以3届申请有薪水的病假，加起来拢总是10个月。有人去甲检举，讲伊请病假期间走去开航肉店，经过着这考绩会议，决议要甲2台告免职。检方目前也等咧追查。来到新店东区公河路一间主行海鲜的餐厅，日时也未营业。看板写讲海鲜拢是真材实料，是以地区工程师甲大学生为主要客群。不过，这却是互人检举，讲这间餐厅是海巡署男队分署一姓林的队员甲人斗阵开的。因若开餐厅期间，向海巡署申请有薪水的病假10个月，互怀疑请假期间无去好好来休养，反倒当地人出现伫餐厅做生理。那个有你们认识吗？然后他算是老板的友人，偶尔会来店里这样而已。店员讲，这个海巡人员是头家朋友，不过因为伊3摆申请有薪水的病假，每个月也会使领5万外块的薪水，也有2种奖金会使领，引发议论。海巡署经过考绩会议的讨论，认为严重影响机关的名声，决议处以2大告免职。检方即阵也伫咧混乱调查。找一个同仁，我们工作就是要体谅同仁分担嘛。他这种行为，因为造成我们机关的名誉、机关的形象受损嘛。他的身份是警务人，我们一
相关规定，影响警域重大2道公民。依据公务人员请假规则，若是因为重大伤病，毋是第时间会使治好，会使互伊病假事假。因若是这假拢已经请完，经过机关核准，会使请延长病假。专家讲，虽然规则明确，其实可能互吹空吹芳乱利用。公务机关给予病假，这个很难讲说是公务机关对或不对。问题在于说，你是请病假期间，你又在外面从事另外一个专职，那这个就彻底违反了公务人员法了。依法处理嘛，这个让公人很没有面子了嘛。公务体系的一些规定，等于说被严重冒犯了嘛。记者打电话予市人民队员，不过手机无人接，无对这个代志回应。因了专案引发社会真大重视。海巡署长关碧玲也伫下晡发文，认为海巡人员辛苦保护国土，因为一个危害群体的人，就当上海巡人员形象，真对不起大家，要求进一步检视。那牵涉骗取薪水、依法救办，因来未来延长病假，无论时间长短，拢要签予署长来核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广播电台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伊的网站说，互人抗中国5星期治安的风险引起讨论。只有国安局长蔡明干就讲，等来了解。另外，这国安局的报告也显示讲，中国攻击咱台湾政府的网站，逐天拢280万摆，而且拢有甲因炸落来啊。中央广播电台成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有组成团队重大责任，说表出官方加速内鬼入侵官方网站，抗中国5星期，专项紧急调查，伫为烦恼香港可能限制治安、引致作战的风险。关局长蔡明干是回应有进行了解。它涉及到他们内部的一些资讯，就包括治安管理的一些资讯。那这部分的资讯，可能涉案相关的人他们有一些交流，嘿。中共渗透台湾手段800款，国安局报告指出，中共对台发动国家战机的网攻，用系统性网攻咱医疗体系，各种攻势延伸到国防、外交、通信、能源等领域。蔡明干表示，中共利用公司协力进行骇客攻击。根据统计，中共骇客侵害咱政府网站，每天280万次，目的是想要监控咱施政动态，对外合作敏感技术资讯。骇客就是骇金，那骇金之后，只要窃取到一些资讯的话，它会 leak， 也就是它会改写，那或是不断重复的在网络上、暗网上来散布，那来造成民众会觉得好像政府的治安做得很不好，每天那么高频次的网络侵害，几乎都是全部拦截下来。今年国安团队查到150万的证据信息，无正常消耗约1万800多组，大部分将论断并且做传播的方式。蔡明干表示，中共国运用 AI 技术，以创备形成影音，用来操作台美关税谈判、韩国演习、罢免投票、能源政策等议题，是要分化台湾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2026选对会今日确定2项县市首长的提名，这台中市由在地立委何欣顺出来选，宜兰县呢是由宜兰县内之友会理事长林国章出来选。讲到国民党，因是表示讲有伫咧规划人选，目前积极地方服务和备战。咱要赢回宜兰，必须要推出一位优质的候选人。备战2026县市长大选，民进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柯家进15起到党中央来拜会，伊则地方党公职的推荐批，要听宜兰县内之友会理事长林国章来参选县长。就这个通过了后，我相信咱就全力往前冲，完了会甲马上甲党主席报告这样代志。立营化为团结地方，互宜兰拿天变热地。等来看国民党是家己杀人选，也是有可能拿白合的。其实我们已经有规划的人选，那目前他其实也都一直在积极的在地方在服务在备战。我们在这边经营这么久，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支持的群众，所以它不会是谁退出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如果要用联合的方式的话，那到时候就是看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除了宜兰前一天罗总统伫台中市召开地方党公职的便当会，根据了解，会中是达成共识，定调予立委何欣顺
来出战台中市长，是伫赢战2026都县市长的第一个。首先非常感谢总统。那当然呢，我被交付任务第一个我一定全力以赴另外，求顺利接台中市长卢秀燕的位的国民党人选还未决定，拿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红看作是热门的人选，因为杨琼英嘛，赶快加一摆红点名。呼声最高的人选，可能就在您的这个。都在我旁边，我知道你很聪明，上班不谈选举哈。今天来帮我们台中的职业队加油啦！蓝营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决定呢？台中就加。今麦当拄着拿亚的选党主席，民进党是伫15个中常会确定会对台南市、高雄市和嘉义县办首长提名的初选，不是定赢接近的县市，所落来会进行定调提名的作业，开放党员亲身表达要争取出来选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 AI 需求量真大，全世界 AI 是拢真强，也带动咱台湾的出口。不过有专家提醒讲，这 AI 需求量是遐尼大，恐惊会变做水泡，这部分呢也特别注意。那咱的主计总处预估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全年是4.45%。主计长陈淑珠今仔日就表示讲，目前看起来是有可较加挂，应该会到5%。不过这物件一直咧起价，民众也讲因的负担有关是真大。为少主妇买菜时阵，恐惊有感觉讲钱愈来愈赔感觉，因为进前主计总署公布9月第8季小起8.74%，过2月起将近6%。有立委关心，为安怎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已经连续5个月，比2%的通货膨胀境界线较低。不过民众也是感觉讲物价哪会一直起咧。老百姓感觉物价涨很多嘞。现在是水果比较贵，还有一些就是房租啊、医疗。那现在就是我们的食物的部分，就是平常每日在饮食的部分，它是比较高。另外，总统赖清德伫国庆谈话时讲到，国防台湾之盾有计要伫2030年之前，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5%。主计长陈淑珠讲，国防预算的编列才逐年增加到 GDP 5%，对资源分配未有败亏效应。另外，有关国内散车的问题出现绿色族群更加绿色，这也真多节损关注的议题。长照2.0升级到长照3.0，我们就加了227亿。长照有增加，我没有错。我现在跟你谈的社会救助那社会救助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都是尽量能够希望说能够来扩大范围来给予补助。原来今年经济成长率主计总处预估全年成长4.45%，不过主计长陈淑珠讲，这样看起来有点预估较低，一般认为是晚近5%。记者综合报道。咱遮做一个劳工，咱劳工爱徛公平，也爱熟悉着劳动法令。这劳基法呢有保障咱劳工有病假或者是特休假等等。来看到这中英航空因的空服人员破病说唔敢请假，带病继续上班，对意大利飞登到台湾了后，说去单院落尾来过身。今仔日就共公司的空服人员去到立法院抗议，因讲这公司登记以来这请假制度有问题。袂当请病假，就算要请家己特休假来休困，也是袂当。若准请假会防处罚，大家就唔敢请假，这造成这款的悲剧。中英航空的空服员甲手中的白玫瑰放伫立法院头前，来悼念过身的空服员。西尊的空服员因为身体无爽快，唔敢请假继续上班，对意大利飞转来台湾住院了后，就安尼过身去。这个案件引起各界关心。工会表示，因主本伫咧公司就设一个悼念区，但是透早接到消息，讲公司拍算甲伊刷掉。我们在公司设了一个小小温馨的，令大家可以追思的献花区。我们不见任何一个主管下来表达关心，甚至我们今天发现，我们的公司想要出手把它清除掉，情何以堪？中英工会表示，公司长期对员工的请假规定拢真严格，亲像请假就要靠分数，考核也会受到影响。亲像病假、特休、风台假，基本上拢是袂当请的。请假会互公司扣分，影响福利，变相亲像受到处罚，甚至会互主管约谈，怪员工无甲身体照顾好。在一般的公司，如果今天生病了，公司要求你用个人的特休去抵扣，可能大家都已经会很不爽了。但是在长荣航空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长荣航空是，我就算要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去养病都不可以，因为后续面对你的就是锁班表，就是让你无法选班选假。
工会也于个拜四透早，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会讨论中营航空的一条健康。工会拍算提早到位，公开向政府表达诉求，要求爱修法加强保障劳工的请假权，包括病假、天灾、风台假也有基本的休假权益。请假袂当用考核来做威胁，希望政府会当保障空服员的基本请假权益。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现代社会已经遐尼进步，咱注重人的权利，事实上真侪所在对人的工作权有关是无平等的。来看这文化大学劳动系伫今年就要庆祝成立60周年，不过最近却传出讲，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可能会废弃。文化大学是回应讲，目前还搁伫咧研究，有可能会做转型，也未做出决定。咱劳动部长洪新涵今仔日就表示，国内劳动专业的科系本地就少，伊希望讲会当继续运作，培养国内劳动知识甲意识的人才。文化大学劳动系成立60档，不过最近所风声讲，因为少子化，学校打算关掉这个科系。伫咧文化劳动系假册前劳动部长潘世伟伫面册发文，讲顶礼拜接到校方的通知，这个科系会互人收起来，所有老师会互人分配到3个学院。这个消息引起讨论。劳动部长洪新涵表示，国内劳动专业的科系本来就少，伊希望会当继续运作。国内的劳动专业的科系其实本来就很少了，那文化大学当然是第一所大学具有劳动相关的科系，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劳工相关的系所能够继续运作，对于劳工的权益其实都有正面的帮助。认为应该保留的，也阁有中正大学劳工系教授。目前全台就敢若中正大学和文化大学两间大学，伫大学内面有劳工相关的科系，每当毕业的学生大概是100个，但是国内劳工数有1000万个。中正大学劳工系系主任认为，真侪所在拢真欠劳工系毕业的人才，台湾的劳工知识和意识也阁有进步的空间。这一次文化劳工系要废弃这个知识体大，我认为对我们中正劳工系的招生等于是独占市场。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过了，作为一个劳工的教育者，国内有这么多的企业，政府部门有这么多的单位，远远不够。也那教育部是回应讲，目前也未收到文化大学的申请。针对这个议题，文化大学也发出声明表示，这几档一直咧鼓励转型，但是也未符合社会需求，目前搁咧研究，也未做上尾的决定。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咱正做一个人，这工作爱和生活平衡。来看这中央社会主体第4季今仔日公告，这10月27开始申请。这届有推出婚育专案，就是要鼓励这少年人会当结婚生囝。中央社会主体第4季15正式公告叫做有缺憾释出1831户，其中那扩大军警消第6户，佮第一摆推出婚育专案社题。大概每个社区会留20%。这一季招租的部分有2个是全部都做婚姻家庭的。第二个就是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社区都有8%的军警消的一些照顾的保留的户数，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凤城凤松的时候有30%，因为它土地都是国防部提供的。除了台北文山朱元宗加新北南口世代文山秀川的2案婚育地，其他5项有761户是婚育家庭保留户，为确保囡仔读册稳定，有囡仔家庭应享受上长12年早期的保障。中央社宅的室内标准配备，每户都有工作阳台，另外客厅跟卧室皆有对外窗，并且有节能热水器跟炉具等等的设备，方便申请人在中签之后可以快速的入住。其中婚育宅最快从明年的2月1日便可入住。社会主体租金是市价8到9折，暗过会照厝龄市场行情，社体所在地价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这因素用无同款折扣来算，用台北市的中价收入户费率都可能落在市场行情的3折。考量就是社会住宅它的那个弱势比例高，那再加上我们这一次针对婚育家庭有一些保障的比例，所以我们中央社宅的部分，我们原则上市场租金上限都是8折。纵使我是全新完工的社宅，我也已经用10年中古屋的价格去固定市场租金，再给你折扣。所以它其实是市场租金的7折。
针对中央体委关心社体推动进度，内政部表示，到9月底，全国社体已经达成72万2144户，包含直接行班已经达成12万1077户，补助代管社会主体有效契约数10万1067户，强调百万细数家庭计划，照时间稳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2027亚洲杯资格赛，台湾队输予泰国，无机会入去决赛。这教练呢，总教练黄德平伫咧记者会顶头证实，而且伊也讲，这卡球协会拢无伫咧做代志，也无咧共尊重。连队长陈碧龙也出来批评，卡球协会今仔日是回应讲，因会斗相共因。也那运动部长李勇是喊卡球协会伫3天内爱提出检讨报告。我本人会在今天的比赛我会辞职卸任这个总教练的职务，因为我在亲身在这两场比赛跟前面的那个印尼比赛当中，我发觉我得到的资源跟协会给予国家队一些待遇跟不尊重，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很在乎。伊比拉输予泰国，中华男子卡球总教练黄铁明宣布请辞负责，不过强调无得到协会的尊重甲对待。队长陈碧龙嘛讲，教练甲选手无得到尊重，是台湾人欺负台湾人。球评赵明进指出，10月7号伫泰国比赛，卡联所订的饭店甲亚洲联裁判共经，改订一名卡免代票1000块双人房，无同款式提早退房，敢若老3间轮流洗床。10月14伫台北比赛前，家己的主场，不过训练场较差。比赛时阵球员球衫无4名。比赛尾啊，大荧幕佫出现中华队教练团修改干部的电脑画面。我长期以来做事情的习惯是这样，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志或很强烈的一个魄力，说我要完全去打破它，去改变它，那你下一次还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卡球协会回应，短缩未来会进行汰选，伫主场训练场地确实有问题，因为北部天然草地有限，明年3月的主场原来有类似的问题，爱进行对台提早借用场地，嘛爱加强行政协调甲后勤资源。理事长王林祥出席巴林亚青运授旗典礼了后，面对媒体的问，敢若表示会阁努力。我们会去做调整，我们会去做陈述。运动部长李勇讲，早起已经找协会开会，嘛安排甲选手、教练面谈，重新检视指出甲决策的优先顺序。不过看到总教练甲队长拢讲同话，家己嘛生气啊。如何他们讲台湾人自己欺负台湾人的话，那我们还拿什么去证明说我们重视运动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整体全台湾所有的特定体育团体都需要去检视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问题。李勇上任以来头一届讲同话，要求协会3天内交检讨报告。伊认为这对台湾也甲运动部是真严重的警讯，希望借由这件代志，互所有协会未来会当以良善治理的方向来改进。记者采访报道。这失智症不是食老才有的哦。根据统计，65岁以上每100个人呢，就8个失智。这失智的状况未来会愈来愈严重。着民间团体推出着失智体验的活动，希望后边将更加了解失智的状况和背后的原因。然后第4个，失智症是无法预防的。然后第5个，失智症患者什么都不懂。公司透过干部甲民众互动，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失智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有要活8%。有民团为着要让更较侪人了解失智症，所以要伫咧北中南举办老教室工作坊。拜3伫咧台北举办头一场，有民众表示，家己过去负责照顾有失智症的先生，伊希望透过课程会当更较了解失智症，未来若阵家己拄着嘛较袂遐紧张。我自己从照顾者毕业，所以我也想说来体验上一下这个课程，然后未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化过程，万一天黑得很慢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也想说，我怎么来学习自己未来有可能是被照顾者，然后即便我曾经当过照顾者，但是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民团指出，失智症是一种疾病，不是自然变老的症头，但是有8成的民众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必须延误就医。也毋过，其实失智症是会当预防的。民团会用倒伊的认知功能障碍卡来互民众了解，比论是大是安怎无爱洗身躯，还是袂认得厝内人等等，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运用卡牌的方式来去认识到说失智症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哪一些的问题，跟生活上面会造成怎样子的影响，然后去理解失智症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
兵团指出，失智症无一定是老人才会拄到，即马得失智症的年岁也有少年化的趋势。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对失智有更较侪包容、体谅甲理解，也鼓励朋友量早接受治疗。兵团表示，这个工作坊嘛欢迎学校、医疗中心，也有政府单位等等来申请。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高雄有民众伫画埔营看到一只山暗公实在已经断去，惊讲会去互狗仔掠，就随通报农业局。这农业局表示讲，把这受伤的鸟仔送到动物病院治疗。今年到9月，高雄已经解救2500多只受伤的鸟仔。山暗公一直惊鸟友，就伫后壁一直追，不过山暗公的正平实在哪像怪怪，一直随夹袂起来。原地要来高雄为母营翕过当鸟的鸟友，意外发现这只山暗公哪像受伤，因为惊去互公园内底弄动欠欺负，大家决定要先家抓起来，通报1999来处理。他受伤，嘿。这叫做什么会？黑冠马路。黑冠马路哦。它翅膀断掉，这若要甲救个狗仔比较个，狗仔个加。那它的动作是比较缓慢的鸟。比较有可能像这类的鸟受到攻击的话，通常可能都是流浪犬，一些外力的因素这样。农业局委外团队随到场，甲受伤的山暗公送去病院，状况仍稳定，对也讲，为母营因为环境好，有正丰富的鸟类生态，不过弄动犬嘛袂少。民众讲，这嘛是鸟仔受伤的原因之一。农业局表示，今年到9月为止，已经收到2564只受伤的鸟仔，其中一般加855只上侪。因为鸟仔身躯顶最少拢有病菌，若是处理无妥当，嘛对人造成二次伤害。农业局强调，民众若是伫户外看到受伤的鸟仔，千万唔通乌白甲叮当。已经死亡啊，当然通知这个公园的管理单位来处理，可能会当去甲救的这个鸟的部分吼，会当通知阮市府1999吼，派人去现场去处理。有鸟友私底下表示，除了弄动犬以外，嘛袂少民众带狗仔来为母营无看守啊，看到鸟仔就足理算，安尼真唔通。尤其为母营有袂少保育类的鸟仔，望有关单位会当重视加强宣导管制。记者看到朱教用高雄场报道。屏东高区有3座灵骨塔，拢已经超过30年。公所拍算要伫咧东兴起新呢，却引起村民反对。公所是讲，这灵骨塔已经无够用，要办地方说明会，后个月就来招标。20-30位民众徛伫高树乡公所门口，头绑布条啊，大声表达抗议。高树的村民讲，东兴村已经有一座灵骨塔，使用30年啊。如今阁要起第2座，实在伤超过。希望乡公所会使收回计划，甲新塔改设伫火葬场附近。2023日6部对高美局过来，市政区甲阮高树咧，市中心头加尾的时阵，都无到1公里。那古塔第2座要盖在我们东兴村，第2座。盖下去，高速已经有4座纳古塔，已经变成纳古塔的故乡，影响人们，影响高速的发展。所以呢，我站出来抗议。居民自救会发起人杨家富指出，公所虽然拢讲有开过地方说明会，但实际上只办过1摆，根本无互村民充分表达意见。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300位村民联署反对，正式向乡公所甲代表会交单情书，不过落尾拢无得到正面回答。好，从我们一开始的评估到决定，到依照法定程序去推动，我们就有做了一份说明资料。对此，高树乡公所秘书表示，原本高树乡的灵骨塔只有6000多个位，早就无够使用。新的灵骨塔是需要的公共设施，会当放1万个塔左右，结合公墓公园化设计，希望改善过去民众对墓地的印象。规个工程按算11月招标，工期1年2个月。公所嘛答应会请专业委员监督，确保品质与安全。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看高雄莲池潭风景区边有一个儿童公园，才有一座迷宫，却因为造型亲像一个梦同款，地方愈看愈来叫。这机关要求赶紧改善。观光局表示，讲上紧11月动工改变造型。
草厝啊、茶厝、庄仔厝，伫咧高雄莲池潭边仔的儿童公园，有一档用3只猪仔骨拾起的迷宫。因为儿童公园所在看树木多，市府利用囡仔骨来打造迷宫，要增加囡仔佚佗面。不过详细看迷宫内底3间厝，配上弯翘造型的围墙啊，远远看过去都亲像房啊共款，互民众愈看愈爱叫。晚上开过去可能会比较恐怖一点啊，早上还可以。对啊，会不会希望说改掉？毕竟这边好像是儿童公园。希望啊，因为本身有个小孩子，改掉比较好。啊，伊较豆辈啊，6、70岁、7、80岁会安尼想啦。啊，不过即马少年啊，袂感觉安尼是安尼遐伊啊，即马社会咧进步啦，袂感觉讲安尼造型怪怪啦。咱嘛是有一个艺术伫啊。看用什么角度甲看啦？有人认为爱用平常心来看待，不过嘛有人感觉拍积水，望进来改善。高雄市议员陈美娟14就伫议会提出质询讲，迷宫起好无偌久，就定拄接到民众点情。迄时阵观光局因为有工程报告问题，无法度随改。现在报告期过啊，要求观光局要个时间定出来。因为很像这个。不好看，那居民认为一出门就看到这个，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局长，这个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处理掉？目前已经在10月已经上网招标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是说11月就可以来开工，然后把这个形状修整的比较现代一点。观光局表示会针对3间厝的造型来做调整，上紧11月会当动工，到时会当互地方一个看算拢舒适的空间。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比利时和希腊发动大规模罢工，比利时反对政府抬退休金加社会福利的经费，有几落万人上街头抗议，和警方发生冲突。那希腊是抗议政府劳动改革，反对民营企业一天做息上长会当做到13点钟。布鲁塞尔街路第14至少8万人响应3大工会反政府诉愿政策改革，行上街路，示威群众甲镇暴警察爆发冲突。比利时是欧盟17国内底这部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为弥补财政红字，政府计划减少差不多100亿欧元的支出，同时引起北约要求增加国防经费压力。总理德韦佛提出诉愿政策，内容包含减少退休金、失业救济甲医疗照护等社会支出。罢工也予市中心交通袂停袂动，布鲁塞尔机场真侪航班被取消，抗议现场沿看到真侪绿色的标志，向天民众抗议。政府计划伫103抗议进前，将退休年岁延到67岁。La pension à 67 ans, c'est très compliqué pour les gens qui ont un métier physique. Et voilà, le bonus pension, le malus pension est très négatif pour nous aussi. 南海希腊包含民间企业甲公务员的2大工会，也伫14发起全国罢工示威，来抗议保守派政府推动劳动改革方案。其中上互民众反对的是法案允准平行企业将每工工时为即卖8点钟延长到13点钟。几啊千个包含老师、医师甲记者等群众聚集伫雅典市中心，一路游行到国会大楼，抗议议员审议改革方案。这场罢工示威也予地方政府部門渡輪甲火車交通袂停袂動。Θέλω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ήλιος ήλιο, ευελιξία στα 13 ώρα στις υπερορίες, απλήνωτες υπερορίες, με λιγότερες ασφαλιστικές εισφορές, που σημαίνει μεγάλη έλλειψη από τα έσοδα των ασφαλιστικών ταμείων.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2摆示威行动。虽然劳动部表示13点钟工时是属于自愿性质，一年上济应实施37天。新法案打造国口有春秋的劳动市场，允准员工应选择1礼拜工作4天，也保障员工顾着加班的权利。不过，工会批评法案损害劳权，涉及劳工的谈判能力，并且在野党也呼吁政府撤回这个法案。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冰岛有一个小镇叫做格林达维克，对2023年12月以来就一直有火山喷发。经过9摆喷发了后，这车路人家厝开始有pit芳，居民无法度忍受这款的环境，开始搬厝，也有一寡人继续走调的，希望会当重建工。红色岩浆一直伫火山口底架，而且持续对山脚流过去。冰岛的渔业小镇格林达维克，对2023年12月以来是经过附近的火山9摆的喷发，岩浆摧毁车路和厝，而且伫咧涂骹和厝拢留真大的pit芳。当地居民经过真侪摆的撤离工园了后，大多数拢搬厝。My wife won't come back, and Hafnarfjörður is not so far away, 35 minutes.
火山喷发了后，伫高林岛的课室内有多家火山灰含正尖的岩油，这石头一挂个会翕伫少几个月。地方政府封锁小弟嘛警告囡仔讲，莫伫岩油坚冻的所在佚佗。另外，政府伫火山喷发真侪摆疏散居民了后，是提出一项政策，就是甲居民的厝买落来，而且互因3年的时间，决定讲敢要甲厝买转去。大多数的人拢接受这个条件，造成小镇即马大多数的厝拢无人，商店嘛关起来。但同款嘛有一寡居民希望讲重建家园。今年60岁居民艾诺克森伫当地是经营一间饭店，就算甲厝卖掉，同款甲店面留落来，想要继续替小镇来贡献。Now everybody is optimistic and hope that these things will stop after maybe a few months or 1 year or. Many kids they want to come back, but it's no school open and no teacher now. When we are waiting. 为着重建当地职业篮球队已经预定日期，要伫小镇来比赛。当局当在讨论明年开学的可能性，只是伫居民离开小镇了后，镇上的设施是愈来愈少，会当啥游客嘛愈来愈少，互生存变作恶性循环。科学家推测讲，伫火山运动结束了后，有可能还有第10摆的喷发，但是无法度确定当时会来发生。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